世界万航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最近你敢有关注到，在立法院讲要去咱台湾上南边的太平岛，这是安怎一回事？太平岛讲起来，周边是无太平，相争的国家毋那是中国、越南、菲律宾，所以咱即马是毋通忍，机军啊踩伫遐爱胡停停，敢通讲遮明？咱今日好好来讨论。来，首先小介现场的来宾，头一位毕业政见小将易中基，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二位前海军新港舰舰长吕礼士，大家好。那么第三位中正大学政治学教授蔡英雄，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第四位军事连线杂志总编辑刘学谦，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首先，咱就来看这个定太平岛争议到底是安怎来的？南沙太平岛的码头员工，总统蔡英文敢会亲身去视察？那么各界呢，拢真关心。外交部长吴钊燮来表示讲，目前南海的局势无啥稳定，咱唔通去惹代志。那么国安局长蔡明彦嘛表示讲，无建议蔡总统即马去。不过国民党的立委马文君是讲，总统若无要去，因家己会去。目前已经排到5月16，要去太平岛。太平岛码头准深工程最近完工，那也立委呼吁总统蔡英文伫5月控日进前，应该甲前总统马英九、陈水扁同款，去太平岛宣示主权。不过因为蔡总统一直无表态，引起批评。蔡政府嘛针对这个议题表达看法。太平岛是我们中华民国的主权，毫无疑问，也毋庸置疑。我们如何来提倡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南海的这个争端，而不是去让人家认为说我们又是在制造困难。南海地区的地缘政治的环境比较复杂，那总统的登岛的动作会不会被国际社会解读成是激化紧张情势的一个举动？那这样的一个解释会不会对于台湾的外交利益产生一些影响？那没有办法来降低一些不确定的因素的话，现阶段我们不建议总统去太平岛。那登岛的动作恐惊影响咱外交关系。蔡明彦嘛说明，南海地区军事化程度悬，原来爱评估总统坐飞行机飞行甲维安的问题。顶岛市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已经安排立委5月16去考察。调委马文君表示，蔡总统唔去，委员会会当家己去。当地的区域紧张，以前两位总统都有去过，这个应该没有什么紧张的问题。宣示主权，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领土应该没有这个问题。另外，风声蔡总统甲准总统赖清德顶一日出席婚礼舰交船典礼了后，秘密视察头一只国造畅水舰海鲲号。会中畅水舰国造调职人黄曙光甲台船代表都提出讲，这只后续舰会当3+2+2，还是2+3+2等方式分配去做。蔡总统交予赖清德决定，赖清德当场表达要做就一概做好了，方解脱实定案量产政策。那台船是表示乐观其成。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是这样来做啦，应该是一艘接着一艘，然后中间的过程中都会有不断的去精进。如果政府这边有这样的一个政策能够去延续，我想对国防还有对台船来讲都是好的。台船指出，一届做7只后续舰，应该是讲一届编列7只的预算，生产线上济会当同时做3只，安尼会当缩短后续舰制作的时间，提升能量，嘛会当甲人才留好调。若外界评估，逐只后续舰经费大约200亿，台船认为，阁爱看通货膨胀、材料成本相关预算编列，还是爱等国防部研议。记者综合报道。咱头仔看到这个新闻大吼，这2个主题，一个就是太平岛，一个乃至到吼这畅水舰，到底应该所谓一摆做7只，这什么定义啊？倒位好，倒位歹吼？但是我首先吼要请4位先问一个问题，但4位在座吼有赞成咱蔡英文总统即马现主时
去太平岛有赞成的？无赞成？赞成。你赞成？无赞成。赞成。你也赞成吼？好，即摆2票对2票吼。我先请教易将军吼，你无赞成的理由是啥物？真简单哦，因为头拄咱委员讲吼，以前的迄个马英九甲陈水扁吼，拢有去过。毋过咱来了解全世界国际局势吼，已经是完全无共哦。以前是单极稳定哦，美国讲了就真胜哦，美国是霸权。即摆毋是的，即摆是两极对抗哦。国际局势即摆变都是新冷战哦。新冷战的意思就是民主国家哦对抗这个集权国家各自归队哈，这已经是一个国际的一种结构因素，你无办法去改变哦。那民主国家是要选择哦，这个甲民主国家的阵营同款，还是甲集权国家同款？我想这对所有的民主国家拢真清楚。台湾是民主国家嘛吼。那因为即摆的时阵，到规个南海咱来看吼，太平岛吼，其实是230几个岛里头一个岛，啊，其他的吼，这足侪迄种伸手国，大家拢吵得不可开交。啊，最近因为是菲律宾甲中国吼，大家拢知影讲已经是剑拔弩张吼，随时拢有可能拍起来。这爱先请易将军甲咱说明一下吼，这个背景就是最近吼，美国国务卿啊布林肯对，伊个警告中国吼，讲你毋通阁攻击菲律宾的船哦。如果讲我美国人甲菲律宾，阮是有美菲协约哦，我是会甲你处理哦。但中国哦，好随机规气来做演习呢。这1954年哦，美国甲菲律宾哦有签订那个相那个MDA 啦，就 Mutual Defense Treaty 啊。那迄内底其中有总共有8条的迄种防卫条约的规定啊。伊即个布林肯是引用第4条甲第5条。第4条就是讲吼，菲律宾若受迄个攻击啊，美国一定爱帮助菲律宾啊，爱保护菲律宾反击。第5条是讲吼，不只是军事的攻击，包括公务船、军方的人员哦，若受到伤害，美国嘛爱生效这个MDT 啊双边的这个防卫协定，爱介入。所以这届啊，布林肯这是讲足重的哦。2018年啊，其实迄个蓬佩奥啊嘛，因为中业岛啊去啊，迄个菲律宾的中业岛去啊，中国该围哈啊。菲律宾个请伊当阵的川普总统一定爱针对伊个防卫协定出来处理，无对，所以蓬佩奥就是讲吼，安尼要用这防卫协定的第5条来处理，包括讲你即马去有伊的印务船，还是用伊个吹枪，还是用镭射甲人受伤，迄拢爱生效。讲一个尔，中国伊个为中业岛的迄个时阵啊，过长工随走了了。啊，这届吼，其实这是讲足重的防卫协定哦，这已经是表态讲美国绝对用军事介入的。啊，不过这届中国的态度啊，甲以前无共，就是讲忽然间嘛真硬斗哦。啊，问题就是讲，中国认为讲伊即马边啊，因为咱知影伊有3个岛哦。所以将军，你的意思是讲，中国即摆看起来真硬，所以咱上好卖去怎么拉。伊有准备哦，有准备，所以讲啊，即马就是讲。欠迄个反纳会啦，哦，然后最近也有讲，只要菲律宾迄个总统嘛讲啊，伊寸土不让啊，哦，不惜一战嘛，因为美国已经做出这样强硬的保证，所以讲这个即马看中国迄方面嘛，无想要退让的迄种哦，所以咱即马上好卖踮么花销。啊，即马就是讲吼，咱爱知影讲吼，你去太平岛吼，因为无毋对啊。外交部讲得真清楚嘛，咱按照迄个有效管辖权，太平岛是咱的守军岛遐，本来就是咱台湾、咱中华民国的，迄毋免，迄无全世界嘛无伤这疑虑啦。所以你毋免这个时阵吼，由总统走去迄个所在，走去迄个所在安怎讲你知嘛？其实这个关系甲咱台湾本身的安全利益啦，因为菲律宾政府最近做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同意美军到巴丹岛，离咱啊来年800多公里建军事迄个警港，哎军事港人入去尔，美军来装备入去尔。我跟你讲，你看伊阿强啊，伊即马为咱西南部的迄啊飞行机啦，还是讲水面舰嘛，还是潜舰啦，后边哦，佫无卡像即马安尼讲要来就来啊啦。所以这啥啦？这是菲律宾表达出足大对台湾的善意哦，因同意咧美军到这个巴丹岛离台湾接近，啊，无毋对，有人讲啊，伊迄是要吼闹问题的时阵，伊要撤侨用的啦。啊，免讲伊嘛是用一种较比较温和的，啊，其实军事方面这个叫啥？美国人用迄个反区域拒止跟反介入的一种中国的概念到南沙群岛盖迄个军事员工礁，啊，即摆美军就直接甲你到巴丹岛，赶快甲你去，啊，你嘛是袂使去吧？啊，这个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如果唔当袂记哩，这是菲律宾政府虽然无讲吼，直接讲，啊，不过这个是表达对台湾安全的一种支持，啊，这对咱来讲，这菲律宾嘛表示讲后壁咱。所以将军的意思是讲，人因咧即摆咧查这，咱就较掂无毋对，啊！你即摆其实毋是讲，你若要讲重申咱台湾的迄种领土，啊，毋是啊，大家想讲啊，你无你是选择甲中国是徛一边向，啊，这个是啊菲律宾遮的善意，咱爱知影哦。所以讲我是感觉讲，即摆遮呢遐尼复杂，啊，剑拔弩张，啊，莫阁讲啥？你看这个图吼，咱太平岛吼边啊啦，你看。拢越南的岛啦，哦，啊个所以越南嘛有意见。哦，越南绝对有意见，因为越南伊的岛吼，迄个敦谦沙洲离咱太平岛上近的，啊，过来就是迄个中国的哦南星岛哦嘛足近的，啊，搁较所以唔那是菲律宾甲中国的代志啦。无毋对，去一日尔吼，你马上甲遮的吼，迄个咱讲足尼敏感的领土的问题吼。变成是一个焦点啊！这个焦点哦，可能会引爆国际对咱台湾的无谅解，加麻烦，加麻烦。咁就你安怎想？如果说我们来看这张图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这个蓝色的部分呢，那其实也就是太平岛的部分。好，那其他的呢，它北边楚碧，然后东边东边它就是美济，然后西边就是永暑。那我们的太平岛正好在它的正中间啊。那这个我们的机场啊，是我们在太平岛上是有机场，我们机场是被曾经扩建过的啊。也就是说，如果按照CSIS 它的那个说明啊，它也就是说，其实 F-16。或者是C-13洞，还有我们的 P-3的海上巡逻机都可以起降，而且在这一次就是我们进行这个扩建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到这个储油槽了，也就是在那边可以进行加油。那我们之前呢，如果说我们看Google 的照片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2018年的11月19号，如果用这个长度来量，应该是3000吨级的。这个巡防舰啊，就是海巡的海巡舰。那对，那如果是2017年，就是成功级舰靠在这里。对，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储油槽，其实在这里。那以前呢，刚刚曾经讲到说，以前有2任总统去过，这2任总统去不是只有C-13总统去，它不是这么单纯的，它在海面上，事实上从台湾到太平岛的一路上。它在一定的防空距离里面是有海军的舰艇，对，在那边部署的。那而且如果根据以前的国安高层啊，就是马英九任内的国安高层，他曾经讲过，说他们在前往太平岛的过程里面，他们是曾经看到美军的军机其实在附近伴飞的。那也就是说，刚刚有提到说美国的态度是什么？那如果说是我们要顾虑到美国的态度，那其实我们可以配合。我们还可以配合一下他们的任务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一下附近的局势，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也就是罗斯福号，它现在
它的位置实际上来讲，它是在新加坡。那他们通常去新加坡，他们都是做一个补给还有休整的这个工作，大概也就是7天甚至4天，他们就会离开。离开之后，他就会再度进入经过咱到澳门。对，又会经过这南沙群岛附近。干掉你的意思是，等伊要登来咱澳门的时候，咱就迄阵时来去。对，然后我们打个招呼嘛。我们平常不是都说，美国是我们坚定的盟友嘛？我们就打个招呼说，我们就过去，然后他们就就近。然后这个时候大家不要说派遣太多的兵力的调派，那实际上我们的海军还有我们的空军，那其实都可以在附近，作为一种侧护。你的意思是讲，上好找一个安尼去，拄啊好安尼，不巧而遇安尼。对。其实可以这样。但是像他余将军讲，那越南不欢喜嘞。如果我们要看人家开不开心的话那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南海整片南海都有声索国，那就变成我们永远都不能去。大家都不欢喜的意思。对，那事实上来讲就是我们不谈那个之前的陈水扁总统或者是马英九总统的话，是不是总统去就代表宣示一定的主权？那当然是。但是如果总统不去的话，是不是可以有替代？当然可以有替代嘛。副总统可不可以去？但是我们现在的副总统是下一任总统，马上5月20号要就。更加歹势哦。对，那更加歹势哦。那行政院长可不可以走一趟？这个是大家比较少讨论的。行政院长他那个去走一趟，当然他的象征意义没有像总统。行政一定去看生态安尼。去看绿蜥龟啊呢？不是，那就是他当然宣示主权，而且在那个地方剪彩嘛，就是总是我们完成了那个跑到以前完成了，就是完成那个码头的扩建。对，码头啦安尼嘛是一种方式啦但是赵老师你认为呢？是，但是就是讲，伊即马菲律宾交中国伫这个黄岩岛附近，包括伊这个仁爱礁。附近，伊拢有冲突，这个是咱图镜头小看，伊这算，咱大概看就是讲咱这个太平岛拄啊伫伊的中国即几个临港座的这个岛中啊，意思就是讲有三角包围伫遐啦，而且太平岛距离台湾860海里啊，是真远啦，中会经过这个黄岩岛这个过去的争端嘛，所以就是讲，我赞成讲总统。无毋对啦，这是咱的主权的所在，咱事实上嘛管理迄个所在，咱的地权嘛是有啦。听讲是基丁啦，对，高雄市伊的行政区的门牌号码就是高雄，所以伊的行政的迄个就是单机高雄市市长去啦，毋是，过去就是捌有参谋总长去，所以就是叫参谋总长也是国防部长坐军机去。其实同款意思嘛，因为三军的统帅当然是总统对不对？但是代表我国防部长去、参谋总长去就会使啊。行政院长我讲啊，过去马英九总统去的时候，中国那像目睭磕安尼啦，就好啦，要紧你去啊。但是若陈水扁去的时候，伊抗议啊，过去就捌发生安尼啊啦。所以伊讲无共人去，意思就无共啊，毋是讲恁台湾总统的所在你要去无要去，伊毋是伊会看人啊，伊最近要去演习，你头有讲嘛就讲美国其实有考虑到因为美国现在无爱去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伊家己要大选啦，但是伊嘛知影菲律宾的问题足严重的啊，所以伊伫4月份，菲律宾、日本、美国的这个总统包括日本的首相要伫美国，南海的，要伫美国白宫大家来开一个高峰的会议，要来讨论这件代志啊。所以我讲中国当然伊是即马是用演习的手段来处理，因为这足麻烦的所在就是，伊这叫做铺瓦式的战略啦。铺瓦式的这个战略就是讲我着时不时着塞我迄个吐一下，甲你压，甲你断水啦，其实拢做这个。我听讲用迄水炮讲对，讲断玻璃嘛破的。我以上断我讲啊，伊对菲律宾是安尼处理的，咱台湾的海巡啊咱的迄个。海巡署去执行，咱的嘛无用安尼啊！伊对别人拢是用安尼，佮人盯对哦，佮有当时会抓刑，才切伫头前，要互你吓惊啦！即当这种个所在，伊拢讲这阮兜的啊，这南海这规个拢是内海啊，因的概念拢是安尼啦。但是咱台湾就是讲，咱嘛无爱
正面去交伊冲突，因为这足歹处理的。美国讲无毋对啦，菲律宾的船也是有吼，迄个海巡也是去互糟蹋，也是去互攻击的时阵，因会处理。毋过这嘛是足歹处理的，迄着等于爱开枪呢。哦，这其实这无好处理啊。你若讲用军事军舰的，吼，迄着无共款啦。但是中国伊袂甲你用，伊拢甲你用迄个头来压去的，吼，船啊。其实是军人，吼，也是讲其实是因的海上的民兵。你无法度，伊甲你讲这船啊，吼，我这掠鱼的啊，结果毋是啊，吼，伊就是拢用这个小林部啦，吼，其实简单讲是安尼啊。啊，当然咱就要好好啊处理，吼。我感觉讲，当然若是一较适合的时间，总统去是无问题啊。但是毋是讲无去，这个主权就无伊啊，嘛袂安尼啦，吼。啊，咱的国防迄个委员会立委要去好，互因去看卖嘛真好啦，吼。啊！你看中国会抗议未啦？哦，啊，若去因去拢未抗议，安尼足奇怪啊！咱来看伊会抗议，对，会抗议未？啊是讲民进党会去，伊就抗议；啊，国民党会去，佫无爱抗议。所以我讲吼，但是绝对袂咱佫一直啊主张讲吼，咱佫有迄个9段线，啊是11段线。这我讲，这无法度主张遐啦，因为迄个国际法顶完拢完全就无基础啊！这小等下咱再来看讲，到底这片吼，我相信真侪观众朋友拢搞不清楚啦。这有诶吼，一米米啊，敢一台迄个小卡车吼，会一个礁啦，尔啦吼，这漩涡礁啦，啊，结果啊，呼啊，中大诶嘛有足侪吼，总面积。那个太平岛是在南沙群岛中一个天然的岛屿哈，它不像其他是用这个不是偷盖的，对，不用填的方式把它填出来哈。那它是一个天然的岛屿，我们在上面修建的跑道大概有1100多公尺长。好，那刚刚舰长提到说，评估过后是 C13洞、P3C 跟 F16是可以进行起降的哈。当然，空军1号会使没？我会建议13洞啦，13洞可能安全系数会比客机来得高一些。哦，是。但是我们13洞驻扎在屏东第6联队，那它以它的航程，它要到太平岛做运补的任务，都需要精密的计算它的载重，它才有办法确保它来回。那当然，我们现在在当地有这个油槽设施了嘛，好，所以它可以储藏一些航空燃油，所以也许它的这个余裕会更好一些。那目前我们对于太平岛的运补，我查到的资料是大概2个月会由空军做一次，对，那海军的话就要看海军舰艇的安排。好，那我们先谈空军的部分。那它起飞之后，它会因为太平岛它刚好在很多国家的飞航情报区的一个大概算是很接近那3个飞航情报区。塔就复杂的。对。那我们实际上管辖权是在马尼拉的飞航情报区，所以我们飞离台湾之后，其实我们要通报马尼拉。它允许之后，我们才能够进入，所以这一定是有固定的飞行计划，不然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子穿越。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因为如果说太平岛它的主权确实是在我们这边，那你身为那上面现在是海巡署，未来可能也许驻军还是什么的，依照它的这个情势，也许会不同。前几年有讨论过，是不是让陆战队再回去？那今天三军统帅或者是我们即将卸任的这个元首，他作为一个类似毕业旅行的概念，他去，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也是应该要去的。那至于会不会引起各国的抗议，基本上你不去，各国就不抗议吗？你换个人去，各国就不抗议吗？这嘛是一种思考啦。对。你无去，伊就咧飞来飞去啊，不如来去。对。但是咪讲已经咧飞来飞去啊，你就卖搁去加油，就多想多一种。那我着眼是在于说，假设今天这是一个我们讲说这是一个任务，好，我们有一个专机13洞担任专机，它要起飞到太平岛。那这过程中，像刚刚有舰长提到说，我们是不是海军的舰艇要在相关的海域上面做戒护？那 F16目前以我们 F16外挂油箱的航程，大概可能也没办法飞到太平岛，不会高。对，所以空军的掩护的这个航程是有限的。好，那这时候几个手段，几个手段嘛。第一个，空中加油。那我们能够空中加油的机种就只有 F16，因为幻象2000跟 IDF 是没有这样子设备的。那我们 F16因为在美国有做训练，这些训练的飞行员也都接受过空中加油的这个训练。那谁来提供空中加油机？
叫美国人来提供哦。这是可以思考的问题嘛？哦，你咧暗示讲，不如就叫安尼基出来，因的航空母舰要经过的时阵，伊空中加油安尼。应该说，这看起来个母舰真大团的。对，应该讲说今天这个问题，其实应该这样讲，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假设性的嘛，在政治上面的。那我们今天纯粹就军事技术上面来讨论的话，它其实会相对来讲比较清晰。你现在要我们自己的军机去支援它，去掩护它，可能做不到。美国派遣加油机也未必是一个可行性的做法。那可是问题是，以前的元首也去过，我们的运补的航班也定期在走嘛。那我们中间如何去克服这些问题？第一个，它一定有国际共识，它才会动啊。如果你没办法取得国际共识，你过去你光是沿途的，也许会骚扰，也许是不配合你，也许是技术性的干预，你就不会成型嘛。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如果作为一个参谋的作业，我们现在不是在谈说，如果假设美军或其他的盟国要介入台海的这个局势的时候，我们怎么去跟对方做沟通？这不是在一个这个基础上面来讲，我去是一个和平的任务，非武装的嘛。那我去，我可能去谈保育啊，我可能去谈能源呐，我可能去谈人道救援呐。因为毕竟在那附近的海域中，我们如果说像我们未来可能配置无人机，我可以做搜索啊，我可以做医疗的转介啊，或者是等等。我有码头，我可以让船靠岸，我可以做很多的这个人道的任务嘛。所以，如果我们只着眼于纯粹的这个军事或纯粹的政治上面来讲的话，它这个东西会很模糊。那各国当然他也会不愿意嘛。可是如果说你在一个海洋共同去，不管是开发，所以我睇迄唔是军生球，就是讲，譬如讲，若是找一个科学家，他们遐讲我来研究绿蜥龟，啊，要他们遐创互你补给创啥？这可行性有吗？对啊，不然这样讲好了，就是说我们现在海军署驻防在那边，其实我们也都知道那是属于我们的主权，可是我们今天不太敢讲，因为我们怕中共会不高兴，我们怕菲律宾会不高兴，怕越南不高兴。那我们没有底线，我们要闪避这几个议题到如何？那你要知道，运补太平岛或在太平岛上面做建设的成本相当的高，所以你花了那么多的经费去投资它，去运补它，最后这个岛变成无作为，它带给你什么东西？那当然，我们现在最现实来讲，我们在渔权上面，我们拥有200海里的经济海域。这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点，这也是为什么海军署拥有许多长航程的大型的巡护船来做这个在大洋上面做护渔的工作。对，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太平岛的存在才有意义，不然我们把补给线拉伸到这么远，其实在军事上面来讲是非常不利的。那你在真正战时的作为的时候，其实我们确实是无力去掩护太平岛，这也是很实在的。所以这嘛有一种思考啦，战略的思考，就是讲不如趁即摆吼，当做一种演习，当做一种演练。将军，你敢有同意这种想法？就反正早暗，吼，一定就要处理这嘛，吼，无你起跑道要创啥，做油槽要创啥，起码头要创啥，总是爱来处理一摆啊。但是唔通即摆处理，这我嘛会当理解。不如用什么方式让处理大家。蔡总统算做毕业旅行，甲美国人大家去遐，看是要唱歌、唱卡拉 OK 还是啥物，有种想法。对哦，我提醒伊个布林肯昨暝到菲律宾伊讲伊不只是引用伊个防卫协定的第4条甲第5条，伊另外讲到南海的这个海域中国的主张是。违法的，违反国际法所以讲呢，这美国的迄个立场跟态度已经真明显。你台湾即马今仔日去无毋对大家嘛是讲谁那一定爱总统去。你人去有办法讲你宣示主权，迄主权就是变你的嘛。其实我感觉另外佫讲经济海域有200海里迄个是凄惨啦。你甲看卖者。咱的太平岛，你那200海里，甲划落这越南的基地啦、中国的基地啦、迄个菲律宾的基地，拢包入去啦。国际法对处理，你看咱台湾敢安尼一点尔，其实这拢包起来，你看密密麻麻230几个，所以这个所在真复杂就是讲你若入去要宣示主权，那你就是相对剥夺感嘛。国际上是安尼啦海域有重叠的时阵是，毋是讲用
法律有办法解决，你就是爱甲每一个国家有重叠、有争议的，你爱个别去讲啦。啊，台湾今仔日较吃亏的就是咱的国际新闻跟国际地位吼，啊，强啊第一个甲你压缩啊，伊不爱你去甲所有的国家讲嘛，吼，这是一个上主要的原因啦，吼。啊，另外咱讲吼，其实你的存在吼，伊个 UNCLOS 啊，国际法内底伊是讲爱有实际有效的管辖，哦，像你莫看中国现在伊即卖伊船拢要去啊，要甲你赶，要甲你像咱最近到金门，伊要甲你登舰，哦，要甲你迄个检查，伊就是要讲吼，伊是符合国际法啊，即卖要有效这个管辖啊，有效管辖有包括行政管辖、立法管辖跟司法管辖，啊，伊即卖就是要制造一种啊，其实讲国际迄个仲裁法院已经讲你的主张是违法啦。伊照做不误啊！伊就是照做不误啊，所以迄个讲恁一个国家尔，所以即卖中国即你来看嘛，规个南海伸手国尔，大家针对的拢是中国啊，中国变成众矢之的嘛。啊，咱无毋对啊，咱的主管啊，我嘛赞成讲爱去啊，啊，毋过你看时机嘛，即卖已经是剑拔弩张，啊，美国的军舰甲迄个大陆的军舰，咱已经密度已经真有够密集啊！啊，你即摆个总统去，头拄讲啊，你要有内卫，要有中卫，要有迄个这个外卫的一种编组啊，海空的掩护。莫讲啥，那个是无小心啊，想讲是搭一个国家即摆要派军队入来这个所在乱呢。所以讲我去讲，咱要有迄个智慧讲哦，这个时阵哦，当周边的国家拢为这个领土对啊剑拔弩张、对足敏感的时阵。咱较低调一个，台湾哦，咱能够生存，能够在国际上证明活跃，获得这么支持。第一个，咱是守法的国家。你这么去遐吼，第一个就是国际法的主张的伸索力，第一个会提醒所有国家，包括咱的太平岛，无毋对啊，唯一的天然岛屿啊，问题就是2016年国际仲裁法庭认为它是人工礁岩嘛，哦，这是国际一个事实。啊，咱即卖已经。对咱有利的，就是讲咱是有效这个管辖，咱有行政、司法跟立法的管辖啊，这是啥？对咱的领土的上重要的帮助啊，有什么好处？当然有好处啊！咱有伊的主权，你来看嘛，这个所在，全世界吼1/10的遗产啊，你来看1/10的遗产，啊伊啊50%的全世界的海上航运要经过这个地方，创造偌济。5条3000亿的美金的航运的价值，另外伊的天然资源是啥？迄个油吼有110亿的存量，啊天然气吼190兆的存量，迄是无尽的财产。啊，你今麦都叫有主权，后边开发出来，咱嘛给它叫分啊。所以讲对遐就存在绝对不是说没有任何的意义，意义足大。古早话咧讲，顶较徛久人的啦，对啦。但是有必要无必要，即摆机关啊亮出来吼。但是嘛有一种话咧讲，蔡总统2008年捌去过，总无要毕业啊，吼，去叨叨的安尼嘛好吼。但是我要先请教监长吼，你提了真侪图吼，咱说互观众朋友一个概念，即过去即个南海内面吼。有诶吼，小小诶一个敢若拖拉机诶礁，啊叫一直碰大，就有足侪这种情形，你讲难听。我们如果说来看这个图的话，其实中国大陆的状况特别明显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楚碧礁原来它是这种高脚屋，那它高脚屋现在呢，本来叫台语叫楚碧啊，一粒碧啊，你看楚碧礁。它叫做高脚屋啊，那可是它现在已经扩建成这个样子。那观众朋友你小看一下，安尼啦。它现在这一条啊，大家其实是一个3000公尺的跑道。3000公尺，3000公尺的一个跑道。然后因的空军以后，然后就讲啊呢。他们的那个南方航空跟海南航空都的。737以及那个C320都曾经降落在我们刚刚讲到的永暑礁上面。那永暑礁呢，它的状况啊，那更为有趣啊。也就是说，如果以永暑来讲的话，它以前的状况呢，
事实上是很小的啊，也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也就是这个就是榕树，樱树了哈，樱万树架哈，哎，刚才一个巴拉望用度假小屋呢，哦，它以前只有这么大。那也就是大概就是一部小客车的大小，那这个现在它也已经扩建成这样，那这个也是3000公尺的跑道。所以咱咧选举的时候讲咧政治人物讲喏，因咧一个违法的庄园长高长胖，这个更加厉害咧。那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它的这个扩建就是最重要就是楚碧、永暑、美济这3个地方啊。那刚刚那个无论是我们的院长或者是我们中正大学的老师都曾经讲到过，现在国际仲裁法院对于太平岛以及南海诸岛的一个定义啊，无论我们的看法是什么，菲律宾是这样坚持的啊，所以我就说，如果我们要看各国的脸色的话，那这件事永无休止。为什么？因为现在按照仲裁法庭的说法，连太平岛，我们原来可以有淡水，可以自己种植蔬菜，人类可以在那里生活的，那就是一个岛。可是现在被仲裁法庭认为是什么？是一个礁。那岛跟礁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啊？那如果说我们讲说这个是岛的话，它其实是有领海的，那有12海里的领海，然后它也有200海里的经济海域。可是如果我们被认为是礁，或者是我们认为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到说楚碧、永暑、美济的话，它是人工造成的，它没有200海里的经济海域，它也没有12海里的领海。那所以我们就说，如果我们不坚持我们自己的申诉，那就看别人的脸色，点点滴滴的。我就要补充哦，我从来没有讲说我们的主权要看别人的脸色，我是讲我们有效管辖。虽然国际仲裁是说这个不是主权或者是那个岛屿，但是因为我们有效管辖，国际法它有很多标准，我们有效管辖也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重要象征，这是一点。台湾不必靠别人的脸色，而是说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遵守国际法的所有的规范但是我们也有我们应变的处理，但是要有这个智慧，不要去硬碰硬，要去抵制，或者是跟这个国际法你要做一种对抗为了做对抗，你把国家元首冒了这么多的风险到这个地方，中国应该也是同意讲爱是爱去但是时机的问题啦。我们讲国际法国际法应该要这么说我现在在念博士班，我也修国际法国际法从来就是强权的场域。我们这样子讲1992年到2003年的伊朗跟美国的一个石油平台案，那美国有遵守国际法吗？其实也没有，而且在仲裁的结果还是美国败诉是美国败诉那美国有对于伊朗做出任何的赔偿吗？其实也没有。那我们这一次讨论这个问题不如我们要讲实际的话，我们来看一看每一年。那甚至我们刚刚讲说，我们中正大学的老师以前也去过南沙，到底是怎么去的呢？其实是这个全民国防教育南沙研习营。这个研习营呢，其实带了非常多的大学的老师跟大学的学生去。那这个过程呢，每一次一个学校可以派7个人，然后一次3个学校，也就是21个人，然后一次就是一共可以每一年一共派4次。但就意思像安尼买赛去啦对，那而且只是我们不要说延伸演绎的讲当初我们在做这个沱江舰的时候，是不是当初我们海军的长官也有拍胸脯保证1天半就可以，我们的沱江舰可以到？那当初那个有关于 F-16建案的时候，我们的长官是不是也拍胸脯说，这个也有部分为了要撤护南沙的？那你不能说当初要钱的时候这个都好棒棒都可以，现在要执行的时候都说办不到。那我在这边讲的也就是说，我们当然要重视总统或副总统或者是未来总统的安全，可是主权如果总统不站出来讲，或者是我们的行政院长不站出来讲，如果是派的是国防部长，
当然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这么做，但是这么做不是没有后遗的。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南沙真正吵得最凶的，并不是太平岛，不是太平岛嘛，真正吵得最凶的是仁爱礁跟黄岩岛。仁爱礁的这个部分，因为马德雷3号在那上面，对，那可是马德雷3号，我们可以知道他的那个参谋总长以及他们的也就是西菲律宾海的，可以的啦。我觉得哈，没有你讲的时候我都没有插嘴，那我们大家互相尊重。那在西菲，你自己讲话逻辑根本就不合逻辑嘛。你用心咱讲一人一个，但是你讲话我没有插嘴。来，舰长，我你讲完，我先让将军讲，来。那我们讲说有关于他们的参谋总长以及他们的西菲律宾海的这一个总司令，他们也上了马德雷3号。那他们做了这件事情，也是个宣示。结果嘞，结果其实大家一点也不重视嘛，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了哈，这将军你讲。你看他逻辑错误的地方就是说，那个国际法是给强权国家的，那我们弱国啊是没有这个介入的余地或怎么样？你弱国，你这个讲嘛，强权国家本来就是这个国际政治本来就是现实嘛哈。那你又讲我们去的时候要跟美军啊要去配合美军的这个航母要经过，可是人家老美今天在菲律宾就已经跟你讲了。这个9段线的中国的9段线的主张违反国际法，所以美国有自由航行的权利。那你今天台湾讲难听点，以美国现在的一个法律界定已经够清楚的告诉所有的国家了，你还要去我去那边要这个主张我们的这个区域的主权这个主权就是跟中国的主权主张是高度重叠的。那你不是又希望美军帮你，然后又把美军形容是？美军就是违反这个，不是我希望美军帮我们，而是美军我们之前将军不是在各种节目里头都讲我们跟美国很好吗？那为什么不做这种共同可操作性的演练呢？我先和蔡老师来讲哈，国际法顶头，你的意见。我讲吼，2002年这个仲裁法案的内容吼，伊主要的标的是黄岩岛，唔是咱的太平岛。也是伊附带的一个解说吼，所以迄个毋是诉讼的标的啊，所以会变做讲吼，恁即摆解说讲，黄岩岛伊毋是一个岛，事实上伊伫日本统治的时代，伊就是遐有一寡工厂，嘛有一寡社区，嘛有一寡人住伫遐，而且吼，恁头有秀迄条相片出来吼，这就是足简单的啦，伊遐就是有迄个天顶的雨水落来。伊这比做咱像古济水是会啉一个哦，吼这啥物意思？就是讲伊免伫外口炸水入去，所以这就是国际法咧解说，这个岛当有足严格的标准啊。但是因无足详细去甲看讲，这过去的历史太平岛就是一个岛啊，吼当然你讲伊就解说出来啊，但是伊有解说讲，若是人工造的岛，迄拢无承认啦，因为2016年。习近平去美国的时候，甲美国总统奥巴马讲吼，阮袂伫遐军事化岛屿，结果伊倒来一直用，所以美国是无承认迄啦，吼，所以美国当时会驶去伊的岛内底诶，甚至12海里啊，啥物意思？就是讲，迄毋是你讲的岛啦，吼，其实足简单的道理就是讲，国际法，就算讲美国伊毋是国际海洋法的签署的国家，但是迄有国际的惯例伫遐，迄有航行公海航行的这个自由。这种监督拢足清楚的啦，吼但是中国坚持就是讲，伊这12画起来意思就是讲这规片拢我的呢，这边哪会通？你拢袂人早就占伫遐啦，吼，这民事上就足简单的，你就是伊占伫遐有一个先占的原则伫遐嘛，你毋是你是用强的手段去共即摆讲，你个只时阵拢爱走，伊换伊去占，这就是当然无毋对啦，国际法有当时啊无法度大国吼。伊有较大的权利，咱会拢了解，但是无代表小国伊就拢毋免主张啊啦，吼。敢若乌克兰就拢会拍就好啊，其实嘛毋是安尼啦，吼。当然，我感觉就是讲，转来基本的问题就是，咱顾咱的顾好就好啊，吼。不管是海巡也好，还是讲以后有军队去，咱个顾好就好。伊还佫有一个吼做中沙礁啦，吼，做。中洲礁啦，中洲礁，遐个有一个中洲礁所以包括咱这太平岛的中洲礁甲东沙
这拢最重要的啦，吼。啊，当然就是讲，咱要安怎去维护，这咱会当大家来讨论啦，吼。但是有当时啊，美国伊若感觉讲有困难的时阵，咱嘛袂当讲叫朋友一定爱来陪咱去，吼。去冒这个险，因为伊就是有其他的考虑啦。简单来讲，就讲伊即马菲律宾就是咧交易灯咧烽火岛啊，所以美国讲哈无你至少暂时煞免遮迄落的啊。因为吼中国是无讲理的啊，吼伊就是要安尼袂安尼，伊就是阿爸嘛，阿爸在菲律宾啊，啊即马吼都拄着台湾，伊就是两头亲骨啦。所以吼伊就是拢安尼用即个亲蒙打火的手段吼，咱绝对当然会当用其他的方式啦，吼当然总统去我嘛毋是讲反对啦。吼，伊若当去嘛诚好啊，但是伊若是袂当去，嘛不代表迄个毋是咱的哦，迄嘛是咱的哦。吼，因为咱即嘛是侪控制，简单讲就是安尼。总编辑，你安怎看？因为实际上在上面能够有政府机关，能够有设施，能够有驻军，这是已经一个既有的事实嘛。那像刚刚有提到说，如果说今天蔡英文总统如果全去的话，就代表我们也认同说这个所谓中国的这个九段线的说法嘛。可这也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留下来的一个，你说它已经解决也解决，你说它未解也未解嘛？因为事实上来讲，我们从具体来讲，这个不管是我们坚持的还是中共讲的这个九段线，我们不太可能在比如说越南外海画一条线说那是我的嘛。那越南有他自己，比如他经济发展之后，他有他自己对于海域上面的权利的要求啊。所以我就是问啊，就算讲咱总统一去，这线依然也是无法度安尼。真春车讲甲真好嘛，一定的，因为他们现在各国有各国的主张嘛，但是实际上真正产生冲突的其实不是台湾呐，啊，台湾在这件事情算乖宝宝嘛，算是模范生嘛，对不对？那8年来这一任总统没有去过，那他现在我们有一个就是码头落成嘛，那你码头盖的这么大一个码头，盖的机场，难道对其他国家不刺激吗？其实要刺激，好多年前就在刺激了啊，所以人国去，不是更加刺激。可是我觉得说，你如果去，你要定义成说这个叫做刺激的话，那反过来讲好了，那我们今天国防部长去，就是我们的军事首长去就不刺激吗？然后立法委员去他就不刺激吗？真趣味啊！对啊，所以已经去啊，就更刺激啊，袂使去啊，到底要去不要去吼？这我相信大家拢各有看法啦。但是上要10分钟吼，我要请教4位，这小小的题目就是7家的这掺水港，到底应不应该啊？是不是长时间建造？这个定义到底是安怎？当然我知影，那一批吼，一摆叫回叫了7项七杯的物件来，一定较俗啊。但是这是不是财政啦，什么各方面，请4位来。其实咱那个潜水舰的迄种建造是用特别预算，特别预算是每年度去支付的，所以未对于讲搭一年的特别的有迄个各项预算去卡掉。第二个就是讲吼，即摆是朝小也大哈，所以讲新任的总统一定是无可能像蔡英文时阵啊，有迄个国会做配合。所以一定要经过很多的这个协商啊、沟通啊，所以讲你若讲一条一条慢慢啊去啊，每一条拢这么济的讨论，这么济一种延宕哈，这时间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讲事实上是不利的哈，因为对岸中国伊的水面舰一直伫建造啊，个另外个是讲对咱的迄种周边的灰色地带。今麦你看，单飞机出去水面舰飞机就好，去年还阁1400，要前年1400只，去年啊4800几只，所以你看讲吼，迄种对咱台湾的迄种领海领空的迄种压缩伊国际有叫做熔岩战略啦，伊就是规个要甲你愈加愈暗愈缩愈暗，到尾也甲你缩掉的，甲你炸掉的所以讲这个是讲咱即马潜舰，我想是战略上好的一种保存的方式因为你藏喺水内底，有保守的这种手段，所以讲这爱做另外就是你人才培养这么济你免讲嘛是爱继续使用。你看咱经过后，咱培养的迄个人才到尾是去迄个韩国用去这个足可惜的所以讲。真侪原因另外上尾就是讲头拄主持人讲的，
你物件济的时阵，你个有办法以量制价啊！你甲吼，咱相关的国家在参详买这个甲迄个成本要甲降低的时阵哦，你个有迄个谈判的手段啦。啊，问题是讲哦，既然一届每一条你拢有问题，啊，干脆就是讲哦，规个好 package 啊，有什么反对？一摆讲啊，存车啊，个你都不管你是民众党还是国民党，你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好宝贵的？大家做一届解决，安尼后边咱去做吼，因为拢所有的问题拢提出了，咱就较顺利啊，较去。这是主张啦哈，干表。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台湾的周边环境啊。那我们台湾的周边环境，事实上来讲，适合潜舰作战的，也就是东部海域以及南部海域以及我们的西南海域这个地方，它的水才够深。那如果我们看台湾海峡的话，它的水啊，就它的水深其实很浅啊，平均水深120公尺，意思就是有地方不是120公尺。那如果不是这120公尺的话，它是一个什么状况呢？也就是它反潜啊，它不需要说那个用我们各项的装备，用眼睛就反潜。这件事我跟我的反潜机同学啊有确认过。就是像这个样子，如果我们使用这个呼吸管航行，就是这样。即使不使用呼吸管航行，也就看得到，也就是海水透明度高，然后没有风浪的时候，其实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需不需要潜舰国造？我们需要。可是我们需不需要把后续的一次编组嘞？那这个可能是有待商榷之处。为什么这么说？我们来看啊，这是中央社的报道，这不是大家认为的其他的媒体啊。我们可以看到，原型舰比现役的舰进步10年。所谓现役是什么？现役的也就是海龙跟海虎啊。海龙跟海虎是1987年跟1988年下水的，也就是按照这种说法，我们的那个原型舰，也就是现在的海鲲啊，它的技术水准还没有通过2000年。它的技术水准还在上一个世纪，所以我们现在怎么一次编组这个预算？因为我们讲很清楚啊，海鲲是原型舰，而且现在它用什么样的电池获得都有问题。那我们这个预算，干就你的意思讲，会慢慢做一趟进化。对，那我们拿这张图啊，也就是说，我们一艘一艘的做，可以让这个技术可以继续维系，然后同样的也可以不断的做有新的技术或新的来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 upgrade。哦，这嘛是种想法啊，学业拍摄我先看。是，基本上。这个刚刚我呼应舰长讲的，就是说你一艘原型舰下水之后，你要经过很长的测试，把一些问题 debug 之后，你才有办法在后续舰的生产计划上面去更改你的设计蓝图，甚至装备的一些细节什么东西都要微调。那有些甚至装上去之后，你会发觉这个跟你原本预期要有的效能是差非常多的，你会放弃这个计划。在世界各国军事武器的研发历程中，这都比比皆是的案例哈。那当然，我们今天对于国造潜舰的期望是非常高的，可是你一口气编组预算，但是并不代表它是不是一口气就剩下的8艘就下去，7艘就下去做。好，那一起做风险很大。可是因为我们在长远过去的经验来看，就是我们以前在购买这个旗鱼级的潜艇的时候，我们最后筹获了2艘，那后续舰的生产其实是被干涉之后就断掉了，所以我们就是2艘嘎比，然后2艘。对，那所以这个部分就变成说，我觉得我们必须先看一个东西，就是说这些红区装备是不是在筹获的过程之中都很顺利。对，我装备也许可以先买，我先编预算，可是我的载台是不是需要修正，然后需要它大量长时间的测试，像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双筒体的这个沱江号。它原型舰跟它的量产型，其实在外观上面就已经有些许的不同，差别了哦。对，然后甚至后续舰的吨位比它原型舰的还要再大一些，这都是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会使做，但是爱看这个方式，而且有的先买起来，有的会当改进的，咱就先买。对，就是比如说你的舰体可能会稍微有点改变啦。然后你因为潜舰它组装比较复杂，它因为它有这个增援度跟水密的问题，它不像
传统水面舰艇，我不喜欢我把船壳切开，把机器吊出来。这项代志不是铲倒光切五角的代志，对，就是爱分得清楚。有的红区的装备，咱先甲买起来，可能较麻烦呢，咱就先甲买起来，这个意思。起码要确保它是能够获得是无误的，不然这些关键的组件只要缺一样东西，整条船就没有战力。就无意思去。对，来上下尾哦，抓老师。其实就是安尼，就是讲吼，唔是一概甲做好啦，是讲部分的物件吼，因为。咱这吼拢是甲各国吼有可能会当斗相共的人买的，啊，你有当时啊，你若无一概买互到，伊到时去用动去要安怎吼？其实是装备啊，甲设备啊，这个物件就是讲，咱有可能就是讲爱先签好就对啊。简单讲是安尼，啊签好要做先，当然是2台3台慢慢做啊，无可能一概做7台啊，毋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感觉是安尼，就是讲这是咱国家的。